大家好，而家講下中醫陰虛質。陰虛質就係陰液不足、身體滋潤同降火功能弱嘅體質，常見喺容易上火、缺水嘅人。陰虛質嘅主要症狀包括手足心熱、午後潮熱、口澗舌燥、咽澗，容易失眠、心煩易怒、皮膚澗燥、便秘、面色潮紅、盜汗、舌紅燒苔。日常注意同調養，避免熬夜同劇烈運動，保證充足睡眠，少去桑拿或高溫環境。香港健康管理中心推出的養陰火粒就直接針對氣陰虛人士，養陰潤燥、生津養血，用珍貴沙參、麥冬滋陰生津，清養肺胃；百合生津止渴，養陰益胃；白芍養血和營。運動適合輕柔瑜伽或散步，保持心情平靜。陰虛質容易內熱，調理好可以減少煩躁同澗燥，建議揾中醫師辨證調養，早啲滋陰讓自己舒服啲。感謝收看。